台北去做宣教。他们呢有大概是8位大人6位小孩哈。他们在那边什么样的美好的经历呢？我们要请他们现在马上再出来做报告啊！那我们先请同工代表上台来做分享哦哈。来有吗？在哪边？来，请来拍手，欢迎来。好。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荣幸在这里跟大家报告我们5月31号到6月9号前往台北的短宣的状况跟领受。那我们这一次接触了主要有4个机构，其中第一个是伯特利神学院，它是该地的重要的福音的出口，他们负责培育牧者，然后差派到各个机构来牧会。那虽然他们本身的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富足，但是他们还是会定期的差人关心，然后帮助其他我们这一次接触的另外3个机构。本次我们短宣队的住宿跟交通也是由神学院的教师之一的齐牧师那全程协助我们。那他本身除了在学院授课之外，他还有其他的教会要牧养。我们第一个接触到最前线的那个福音机构是蒙恩之家，那也是目前这3个机构看起来当中比较缺乏的。那目前他们甚至面临了要倒闭的状况。这里主要收容的是孤儿跟乞丐等等，因为战乱或是特殊原因导致没有办法生活的孩童。那听师母转述以前泰缅边境、泰国跟缅甸的边境，他们有座桥，在桥的旁边就有很多这样子的孩童。那早期这些孩子都是牧师到桥边去带回来收容的，但是近期呢，那个泰缅政府开始驱赶这些孩子，所以导致就是有这种状况的孩子，他们可能没有地方可以去，那也找不到，所以他们的后果会怎么样，实在是蛮令人家担心的。那在蒙恩之家之中，他们为这些孩子提供食宿还有教育，那并且用基督的信仰来带领培育这些孩子。他们主任牧师是熊牧师，那他本身有一些身体的病痛，但是他甚至忍着这些病痛，他不敢就医，因为他想要将更多的资源用在这些孩子身上。那比较令人感动的是，这些孩子牧者跟孩子他们在这样的缺乏的当中，他们还是充满盼望。我们实际跟这些孩子接触，更可以感受到他们对生活的热忱，然后可以看出他们在他们的眼神中放出的这些光芒是那样的真实。第二个是机构是靶山教会，这里主要收容的是青少女，他们有些是中辍，或者是来自单亲家庭，他们家人可能没有无暇照顾。那在这里他们一起生活，然后透过固定的作息、圣经的教导，让他们不至于在行为或是观念上有所偏差。这里的牧者海军传道曾经是一个吸毒者，他透过基督教的戒毒所成功戒毒之后，回应神的呼召。那就读神学院的期间，他认识了师母，也从而开始现在的事工。可能是因为地缘的关系，海军传道说，我们是第一队到访的短宣队。这个不是什么恭维的话，我听到的背后的含义是，他们走在这样一条艰辛的道路上，他们经历了好几次的搬迁，然后为了照顾这些孩子，他们除了在牧会的时间，他们甚至还要透过开设补习班等等方式来赚取收入，才可以支撑他们的事工。那我想，上帝的恩典是大的。透过这一次短宣队的到访，虽然我们待的时间很短，能做的也很有限，但是我们代表的是远在台湾的富强教会，也有一群关心他们的弟兄姐妹。这样的爱，我想使人感动，也请大家持续为靶山教会代祷。你要下去吗？还是怎么？最后一个机构是主爱之家。那牧师本身是刘家村教会的主任牧师。
它除了有主爱之家，要收容缅甸逃亡到泰国的孩子，还有在深山里面的美梦和中文学校，他们提供偏乡没有办法接受教育的这些儿童学习机会。那他也设立了信望爱戒毒所，透过信仰帮助受毒瘾缠身的弟兄姐妹，这些都是属于刘牧师牧养的机构。那他本身来台湾读过神学院，所以认识的人也较多，因此能触及的范围也相对的较广，他负担当然也就比较大。但是刘牧师本身是很有意向的牧者，虽然当下他们的境况也不容易，但是他对未来充满信心，已经开始着眼筹划更大的事工。感谢主保守我们这一次一行人8个大人6个小孩，我们都健康的出发，也平安归来。那我们带着差派的时候，教会有提供给我们的2万元，我们用在这一次服事上，赠送给当地的减法工具，还有预备给各个机构的这些药品。那剩下的我们全数奉献给当地的神学院。那虽然这10天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从行前的准备，特别是我们带着年幼的孩子一起，可以想见这个挑战不小。那感谢区长在确定成行之后，召集了行前会，然后在3月的时候，我们也报名参加了联合差传举办的儿童宣教事工的培训。那我们也有请今年2月刚参加过宣教大会的心灵姐妹来到我们小组分享。那以及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有多次的跟区长还有恒清哥讨论这些服事。那针对服事的练习，我们有护理、有减法，还有乐器跟泰文的诗歌，乃至于我们查询国际的流行的疫情，然后自费施打这些疫苗，然后预备常备的用药，还有预防病媒蚊的这些措施等等。那虽然这10天的服事当中，我们常常计划赶不上变化，很容易因为环境、场地或是人员的因素，无法按照我们原先预排的方式进行。但是感谢神的带领，临时的应变计划总是会应运而生，上帝的安排总是更美好。过程当中虽然经历了不同的挑战，但是借着众弟兄姐妹的代祷，问题都顺利解决。每个人也都有各自不同的看见跟成长，更感谢牧师、长职以及区长的协助，不论是在行前的准备、提醒，或者是过程中与弟兄姐妹一同的代祷跟守望，这些都是成为我们远在异地的时候的力量。当我们站立在台北土地上的时候，不仅仅是我们个人，而是上帝的恩典，透过富强教会的每位弟兄姐妹的守望，与我们一同站立。才使我们能够经历，也亲眼看见神在这块土地上的奇妙作为。期待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加入，透过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参与在神奇妙的恩典当中，将一切荣耀归给神。以下我们有一段影片，是我们这10天的过程的精华片段，请同工协助。耶稣
所他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领受这大使命，侧耳谦卑聆听，跟随他脚步，将福音传到世界地极。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所他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就是这个时刻，在指引。Now is the time，就是这个时刻。勇敢前去，我们要勇敢前去。就是这个时刻，不再迟疑，不再迟疑。就是这个时刻，勇敢前去。以生命见证，耶稣他活着。就是这个时刻。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所他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这个时刻 Right here, right now，就是这个时刻，勇敢走出去，就是这个时刻。耶稣你，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好，我们有一首诗歌要带给大家。
说还没。还没。还没。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凡小孩子都不要，我虽软弱都想要。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praia sul cielo da chi mi doveva ma dove c'era ancora da chi soli che praia sulla cielo praia sulla cielo praia son sulla nana他耶稣拉船，他耶稣拉船，拉到地上走，嘟嘟啦啦那种。好，给我们这群短宣队美好的祝福。